同在的益处。我们同声开口，为着今天的礼拜来祷告。耶稣，我们求你真的是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来，求你来，用你的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运行在会堂里面，好叫我们真的是被你圣灵的大能力来充满，好叫我们可以敞开心来敬拜你。阿爸父神，主啊，你来，你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好叫我们整个礼拜成为对你最全然的敬拜，来献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再来，我们为着今天所有服侍的同工来仰望，无论是台前的，是台后的，无论是楼上的，无论是楼下，求主使我们成为一个合一而且没有破口的团队，来服侍主又服侍众人。我们同声为着同工来仰望。好吧，父神，主孩子为着自己以及所有服侍的团队献上仰望。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存着谦卑的心来服侍你又服侍众人。主啊，让我们顺服你的心意来行，好叫我们的服侍可以成为合你心意的服侍，又可以使众人得到益处。主啊，让我们在服侍的中间，主啊，你加倍的赏赐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力智慧一无所缺，好叫我们真的是在服侍中有所成长。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为着自己来仰望，求主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真理的道，而且愿意去行，好让今天的礼拜对我们来说是空空的来，而且饱饱的回去。我们同声为着自己来仰望。主耶稣，我们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让我们的心田成为一亩柔软的田，让我们听闻你话语，我们的心就欢喜跳跃；让我们听闻你的话语，我们就立定心意去行。好，让我们每一日活在你真理的光中。主，谢谢你预备我们，预备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因为是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也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今天在殿里一切的敬拜，我们愿意归荣耀给你，也愿意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真的是同心的感受到我们到耶和华的殿是何等欢喜的事情。特别是今天的圣餐，让我们分享饼和杯的时候，再一次纪念你十字架上的功劳，好叫我们真的是珍惜我们所得的恩典，并且将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安静预备心，等一下的礼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若到了主日敬拜神的日子，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好吗？耶，哈利路亚！当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就必大大的充满我们。现在跟旁边的人说，问他说：“你期待今天的聚会吗？”你期待今天的聚会吗？大声的回答他：“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哈利路亚！拍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来，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歌新地来，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开始我们把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对。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天地、大行新事的主。我们也知道你是喜在、今在、永在的主。谢谢你，这个时候我知道你就在这里，求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要敬拜你。哈利路亚！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圣洁耶
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请你闭上眼睛，安静在主的面前，听听看，主要对你说什么话。哈利路亚。
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经上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回转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眼目再一次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同声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定睛在你的面前，直到看见你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力量，赞美你，谢谢你就再次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
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是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我们祷告是这么的不完全。现在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今天早晨让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接下来请翻开我们的圣经，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旧约创世纪第6章第13节到22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第8页。创世纪第6章第13节到22节，翻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读。上帝对诺亚说：“我决定灭绝人类，世界充满着他们的暴行。我要把他们跟这世界一起消灭。你要选用好的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船里要有房间，里面外面都涂上柏油。船长133公尺，宽22公尺，高13公尺。船要有窗户，窗户接船顶，高44公分。船舱分上中下3层，船边要留门。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消灭所有的动物，地上的一切都要灭绝。但是我要与你立约，你要领你的妻子、儿子、媳妇进到船里，你也要把地上各种牲畜、爬虫、飞鸟各一对，1公1母的带到船里，好保存他们的生命。你要为你们和动物储存各样食物。诺亚照上帝的吩咐一一做了。以上是今天信息的经文。接下来我们请本堂梁维珍牧师来传讲神的话。牧师所要讲的信息题目是欢庆丰富创造，请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教会与社会的纪念主日，今天也是关怀主日，特别是关怀原住民宣教事工和原住民的传道者的生活的主日。今天更是我们1个月1次的圣餐主日。这3个主题合在一起，我就用方舟的故事，用欢庆丰富创造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基督徒有没有社会责任？怎样的社会责任？到底原住民的宣教有没有比传福音更宽广的其他的意涵，更能够让我们去思考跟学习的意涵？圣餐除了1个月1次的纪念，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思考上帝将他的生命分享，我们也当将我们的生命分享出去，那样广阔的拯救意涵。挪亚方舟这个故事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挪亚方舟这个故事从儿主开始，小朋友就很喜欢听，因为里面除了人还有好多的动物，有很大的船，丰富了我们的想象力，使故事充满高潮迭起，充满转折。里面有大雨，有风暴，有彩虹，有受嘲笑的挪亚，最后反转的故事，所以儿主的孩子非常非常喜欢。
在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传统里头，它也是广为人知，而且被广泛的解释和应用的一个。因为这样，基督教会的解经家和神学家传统上将这个故事当成一个人类族群的罪恶、我们的犯罪、上帝全面的审判以及拯救的完整描述。也可以将之视为新约的整个预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洪水不只是大面积的审判工具，更是代表清洁、洗净还有冲刷的意涵。而挪亚一家到各式各样动物它进入方舟，就代表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拣选的概念。从这个向外延伸，考古学家就开始找各种洪水的证据、方舟的碎片。在这100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到底是哪一个山是洪水之后挪亚方舟停泊的那个山顶，一直在找，没有人有答案。但是在传统的故事之外，往外延伸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极端保守的现代基督徒进一步认为教会就是方舟，教会就是方舟，教会唯一的任务或者说唯一的使命就是把预定得救的人捞一捞，然后就可以走人了，完全没有讨论社会责任的必要性。这个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得救人捞一捞，然后走人。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更可怕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我们最近看到那么多的游行，它从哪里来？白人至上主义者有一段时间，他们把方舟的故事，特别是洪水之后的故事，挪亚跟他3个儿子甚至是孙子的互动的那一段故事，当成黑人应该受白人的奴役，做白人奴隶的圣经根据。这样的解释今天看起来非常的荒谬，没有道理。可是在数百年之间，在几个世纪的里面，白人口中那种有色人种，指我们，不只是黑人，所有的有色人种受到歧视、受到欺压、受到奴役，甚至受到屠戮的信仰根据，就从那里而来。这样的圣经的章节是迫害者心安理得，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事情有了转折，近年来由于环境变迁所导致那种极端气候的问题，以及人类我们过度开发所导致的物种危机越来越严重。挪亚方舟的故事有了更宽广的新诠释，挪亚方舟里的洪水就开始了跟现代我们常常看到，最近我们发现特别是对岸有大洪水的那个概念，我们发现因为全球均温上升，因为2极融冰，因为海平面上升，物种保存的多样性的重要性往前延伸，跟洪水产生了结合，甚至也跟动物神学产生了结合。就是到底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动物，动物会不会受到拯救，我们不再那么简单的看待这个问题。甚至我们开始发现物种的多样性、地球生态保存的重要性是那么样的关键，以至于1984年开始计划，2008年启用在挪威的 Svalbard， 就是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成为全球去保存农作物种子的重要储存所。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末日地窖，为了保存种子而产生的。从这个观点来延伸，从生物物种的保存到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发现是一样重要的。从上帝创造的观点出发，我们会发现
我们对原住民的文化的保存，以及原住民宣教的意义，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审视原住民文化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整个人类的族群到底是什么。从创世纪的创造故事到新约的拯救故事，乃至于教会的形成，那个肢体的概念，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心意是多元中的合一。多元中的合一，就是要在相异差异之间，我们才能产生创意，才能产生丰富、多样性、差异性、创意和丰富。在不同中，我们学习彼此欣赏，彼此的互相帮助，这就是那个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那个概念的来源。而且我们要学习跟他者，跟我们不一样的他者，跟别人互动。我们要学习跟不一样的人来建立关系。但是人类，我们自我中心，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常常不喜欢多元中的合一。我们喜欢同化，我们喜欢复制。这一代人都看过《星际大战》，《星际大战》里头最强大的是什么？复制人的军队，不是吗？clone 的军队，复制，通通一样，所以很容易来指挥这样的概念。我们讨厌跟我不一样，我们喜欢统一。今天统一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我们喜欢大家都跟我一样，都跟我一样，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也常常有消灭他者的那种冲动，但是上帝从起初创造，就把那个多元跟丰盛放在宇宙的运作的原则里面，放在宇宙的基本的怎么样运转的原则里面。在生物学里面，更把那个杂种优势放在基因学，放在生物学，放在生态学，放在物种繁衍的趋势里面。所以我们发现，无论从生物遗传学到人类学到文化研究，甚至历史到地球，我们都会发现多元是一个种族繁衍延续的一个生命延续极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发现那个跨族群混血的孩子特别的聪明，特别的漂亮。台湾农业很厉害，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带着苹果味的凤梨和带着凤梨味的释迦特别好吃，杂种优势的来源。因此我们发现保留原住民的文化，乃至保护所有少数族群的文化，其实是上帝的心意，是人类社会能够继续保持那个活力、那个生命力以及创造力的重要方法。再来，我们要重新连结人类与大地。现代的文明人，现代的所谓的人类文明和我们这些文明人，我们因为科技发达，我们与大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疏离，我们越来越习惯活在水泥丛林的里面，我们习惯恒温、恒湿、数位化光线的人造环境。我们跟机器相处的那种习惯性、跟舒适感、跟放松感，比跟人类、跟动植物、跟大自然相处放松的很多，不是吗？你说牧师你讲的太夸张了，可是其实不然。我们很习惯跟手机相处，不是吗？我们出门现在有新的话说，可以不化妆，但是不能不带手机，会有一种失落和空虚感。原来我们最好的朋友、最亲近的亲人，不再是我们身边的人类，而是那个手机。手机就是机器啊！甚至有人在讨论下一代的小组会产生一个很可怕的新趋势，就是我们都在小区里头聚会，然后每一个人一台手机，然后打开 LINE， 我们很安静，都不会吵到别人的来分享，进行小组，都在 LINE 打来打去。我们面对机器比面对人，比面对自然更习惯。这是一个很可怕，而且好像很难抵挡的趋势。
更可怕的是，我们对所居住的地球，我们习惯用宰制的方式来面对它。我们以人定胜天这个过去1个世纪的骄傲，做了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我们随意对待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结果呢？我们有人定胜天吗？地形地貌的毁坏，极端气候的加剧，物种的灭绝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我们也面对所谓大自然的反扑。其实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物种，我们这个族群会不会有一天要再一次面对大洪水，再一次面对灭绝的危机问题？我们忘记了上帝在创造的初始其实是怎么做的。上帝把我们放在伊甸乐园，那是一个自然的环境，我们遗忘了，而且我们故意的遗忘了，放弃了我们作为大地之子的身份。人类与大自然越来越脱节，直到今天。所以原住民自远古以来与大地那个互动的模式，刚好提醒并且补足这个缺失。以布农族为例，为了今天是布农族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中间献诗，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布农族的神话跟故事，我发现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故事，包括射日英雄的传说，包括人与动物那个和平共生的约定，包括百步蛇是我们的朋友那样的一个关系，甚至葫芦花男孩和火种女孩的故事，都在描述人类与大自然与万物相处的道理。所以原住民的神话故事、语言、风俗、生活方式等等，都是上帝特别让提醒我们要重新跟大地连结，让我们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上帝之子，我们同时也是大地之子。我们是上帝之子，我们同时也是大地之子。因为这样，对于原住民文化的一个重新的审视、欣赏和学习，我们在原住民宣教里面会产生一个新的看法，甚至新的世代的来临。首先，我们要开始重新寻找洪水故事的拯救意涵。若是我们回头以更宏观的视野来思考洪水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上帝的拯救完全不一样。它产生一个新的层级的意义，从犯罪、从罪的角度来出发。其实犯罪的是谁？犯罪的是人类，不是吗？我们空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生而被赋予上帝那个荣耀、那个充满创造力、那个美好的形象。可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误用恩赐与才华，我们把创造力变成破坏力，我们把生命力变成死亡之力。然后我们把地球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还很自豪地说人定胜天，我们从来没有胜过天。那个因为我们一同去承受犯罪的苦果的万物，是何其无辜啊！是何其无辜啊！从审判的角度来看，上帝首先要究责、追究责任的，其实还是我们人类，不是吗？从拯救的，那个是从审判的角度，然后从拯救的角度来说，上帝拣选的从来不是只有挪亚一家人，上帝拣选的是所有的动物、爬虫、昆虫，一公一母，来预留繁衍后代、保留物种的契机。这样的故事留下新约使徒保罗教导的伏笔，就是罗马书第8章19到23节，那个万物都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等候上帝的儿子将他们拯救出来的日子，那个就是宇宙性的拯救。上帝的拯救从来不针对人类而已，而是宽广的去包含所有的受造物，就是他用百般的智慧创造，并且引以为美好的整个世界。
因此，那个极端保守的教会，以教会为方舟的偏狭的神学观点，来推脱和逃避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罪恶。我们逃避社会责任是罪恶，我们逃避生态责任是罪恶，就像我们逃避传福音的责任一样，都在犯罪。我们不要忘记，洪水之后方舟就停下来，它不是永远在漂泊，它停下来。我们刚念的经文里面，方舟是有门的，所以挪亚一家和动物们就回到所居住的大地，然后重建这地。更有甚者，作为与大自然连结最深的原住民族，在宣扬福音、进行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更着重这一个面向，让我们可以在大自然面前谦卑反省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忽略的责任。让我们参与在原住民的宣教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修复被我们所破坏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在宣教的同时，我们正在修复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的救赎与地球的拯救，圣经这样说：罪从一人而来，拯救也从一人而来。当人类犯罪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就继续破坏，我们破坏了与大地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第3章17、18节，人跟大地的关系不再是和谐的相处，不再是彼此的建造，不再是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管理，而是彼此去抗衡甚至对抗的那个关系。我们也进一步破坏了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发现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谋杀案是兄弟之间的谋杀案，在创世纪第4章的1到16节，一个非常详细，因为嫉妒所带来兄弟阋墙相残的第一桩谋杀案。人类犯罪，他亏欠万物，亏欠了其他人，也亏欠了上帝。所以在拯救里面，如果我们还再一次的将万物排除，那种神学其实不是神学，那种神学不过是我们第一次犯罪一个延续罢了。我们不但害到万物要跟我们一起承受苦果，我们还在拯救中企图再一次将他们排除在外。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也不应当只是很可怜又可悲的灵魂得救而已。当然灵魂得救是要紧的，可是不要只有灵魂得救，也不要只有人类得赎这种观念。我们应该去追寻的是万物的拯救，是那个上帝丰盛的恩典慈爱临到所创造万物宇宙的拯救，是受咒诅的土地，它要恢复，它要更新。所以当我们的孩子问我们说，我们家的二哈，那个可爱的哈士奇15岁年老了，他会死亡，他会不会得拯救？我们家的那一只老鼠，他所养的小鸟，短短的2、3年的生命过去的时候，他会不会得拯救？我们不要太快的排除这些，我们要严肃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的思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原住民的朋友和兄姐可以教我们这些世故的汉人一堂课、一个功课，其实就是那种乐天的态度，那个以天为乐的态度，那个享受生命的生活模式，不是忍受生命，是享受生命的生活模式跟生命态度。而这个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把它放在宣教的神学里面来宣扬，使我们的宣教的神学，使我们的福音宣扬可以更加的丰盛。因为耶稣来不是这样说，我来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丰富的创造。请你一定要记得，拯救是上帝的2次创造，拯救是上帝的2次创造，而新天新地其实就是最终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个最完满的庆祝，不是吗？
我们不要将拯救看成很低阶的，只是灵魂得救而已，只是灵魂的保存而已。好像拯救只是补一个犯罪的破口，只是一个打补丁的工作，衣服没有更新，还是那一件旧衣服，一样的不好看。我们要将拯救看成是上帝再一次的新创造，是生命的更新跟扩展，是上帝形象的恢复而且升级。因为上帝要赐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身体。上帝要说不再死亡，而且我们的上帝形象要完全恢复与升级，是万物关系那个复合与再造。所以启示录所宣告那个不再有死亡，它意味的不是不再有死亡而已，而是上帝全面的治理，是上帝那个无穷尽的生命力量充满灌溉遮盖整个宇宙，好像以赛亚所看见上帝的衣裳要遮盖整个圣殿，上帝的生命力要遮盖整个宇宙。这就是宣教的终极目标，不只是灵魂得救而已。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里面去赞美，去感谢，去庆祝，去享受生命的美好。所以在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属于布农族的故事，一个射日的故事。我们知道在不同的这个文化里面都有射日的故事，这个故事比较特别。他说从前天上有2个太阳，一个升起一个落下，一个落下另外一个升起，所以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一切都不美好，人类就被晒死了，跟创世纪不一样。然后头目就非常生气，派了一群勇士敢死队出门。这个敢死队也很特别，他们要背着一个小男孩出发，大人背着小孩，带着其他的这个战备物资去找太阳算账。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深谋远虑的，人会老，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太阳，把第2代带在身边。第1代过去了，第2代继续努力。找着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总有一天被他们找到太阳。找到太阳就开始射日，但准头不太好，只射到1只眼睛。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因为半残的太阳非常生气，他就捂着眼睛对这些勇士说：你们真是完全没有感恩之心的人类，忘恩负义。因为我，所以你们有光线，你们可以种植，你们可以收成，你们可以生活，你们竟然来射我。勇士们跟他们打商量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你们太多了，2个不刚好，所以我们都被你们晒死。太阳比较宽厚，他说：好吧，那我变成月亮，那个只独眼太阳变成月亮。所以你们要记得在月圆的时候纪念我，好让我可以保守你们物产丰富，人口增多。被射伤的太阳以德报怨，还送勇士们2个礼物，一个是小米，一个是鸡。小米可以丰收，可以做粮食，可以酿酒；鸡可以报时。于是有了白天，有了黑夜。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第1代已经垂垂老矣，小男孩已经长大，就把故事告诉了族人。他们就开始了对月亮、对小米、对鸡、对太阳的传说，然后他们开始懂得感恩。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里面有大自然那种温暖，但是有点残酷暴烈的力量，那是生命的力量，有人类想要对抗的努力，以及过程中渐渐失去的对大自然的那种感恩和谦卑。故事的结尾，第2个太阳成为月亮，潮汐牵引40收成，温柔地提醒人类，最初创造者对我们身心灵各方面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再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样领受创造和拯救的恩典，我们又要领受怎么样的使命，在宣扬福音的时候，可以把欢庆、丰富创造这样的意涵放进我们所宣扬福音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用创造的恩典使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
你用拯救的恩典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主，让我们在宣扬福音的时候，谨记得你对万物创造的那个心意，好让万物叹息的日子，可以在你十字架的恩典中得到更新，得到拯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所以请我们等一下要领圣餐的弟兄姐妹，可以请你们移步到10楼礼拜堂里面来。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请会众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的教会，按教会的规定，可以领受圣餐者一起恭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我们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又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教训的，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所以我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我们首先来感谢上帝。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在创造之初就为我们预备拯救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拯救之功里面得着拯救。我们在这里一起恭守圣餐的时候，求你叫我们省察我们的罪恶，好让我们有悔改的行动，也让我们一起分享主餐的时候，成为合一的教会，来成为这世界的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所有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要用悔改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不叫恩典显多。所以请你为自己祷告，求神用他的圣灵帮助你来鉴察我们的隐恶，好让我们吃喝恩典，而不是吃喝自己的罪。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我们等候的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我们不是一个人领受，我们是跟同信的弟兄姐妹一同接受这信仰的弟兄姐妹来领受。所以主耶稣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彼此帮补，互相祝福，并且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牧师邀请你们为教会祷告，求主使我们合一，成为荣耀的见证，使我们合一，所以上帝的能力会在我们当中加倍的彰显。我们为教会来祷告。
这杯是新约，是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舍命的爱，使我们一同领受主的圣餐，做培养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每一次我们领着圣餐，就再一次纪念你对我们超越生命的爱。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纪念也宣扬这样福音，叫众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要用奉献来回应神的恩典。在奉献之前，仅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的来宾。若你还没有填写留名卡，在座位的前面都有备有留名卡，可以请您填写好，直接交给等一下要收奉献的执事，好让我们来欢迎你。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也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所以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您暂且不要奉献，请大家一起预备心来奉献。请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掌权在你手里。你也赐下权柄，让我们可以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你得着丰富的恩典和祝福。也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所犯的罪都得赦免。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都献给你，做你圣洁的器皿。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作为你圣工上的使用，求你悦纳。孩子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请坐。接下来，请翻开教会的周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请翻到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为本会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事工奉献。第3场礼拜中特别邀请淡农教会的诗班来献诗，愿上帝赐福。第2，本主日也是总会中会所定的教会与社会奉献主日，请为国家、社会、教会能审慎推动公益和平事工、急难救助关怀，以及关注社会弱势团体宣教等事工代祷，并以具体的行动来参与、关心、奉献。第3点，武汉肺炎疫情近日有升温的趋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也宣布，有8大类的场所应该要佩戴口罩，因此请大家在礼拜以及小组聚会的时候，务必全程戴口罩，落实防疫新生活运动，以降低感染的风险。愿上帝赐福保守。第3项，肢体关怀，本会会有陈桂芝姐妹，也就是林正荣弟兄的妻子，于8月1日安息主怀，定在8月22日星期六上午10点30分，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4项，在8月23日中午12点，地点改在9楼联谊厅，要举办新生命餐会，邀请在8月23日当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邀请你们的亲友一起来参加。新生命餐会需要事先报名，请在8月16日，也就是下主日前，向9楼办公室谢莹莹干事来报名。请翻到我们周报的第5页，青少年牧区事工，也在本主日中午12点40分有台南暑期工作队的同工训练。暑期工作队即将在8月16号到21号，也就是下主日的下午开始，会前往台南东山教会进行6天的营队服事，也请弟兄姐妹为工作队出入平安及各样的服事来代祷。请我们翻到周报的第6页，装备委员会消息。装备委员会有新开了许多新的装备课程，盼望透过这些课程，让我们可以对基督教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能合神心意。各项课程的内容介绍以及开课的时间，请我们大家自己来看，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上课。其余的教会消息以及代祷事项，请我们大家自己来看、来关心。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梁牧师来欢迎来宾。我谨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和弟兄姐妹。这3位都是子恩的朋友。第一位是庄贝杰，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请坐。第2位是杨以诺，请坐。第3位是徐逸轩，请坐哈。在小慧问道里，子恩才说他现在成长了，要把朋友都带到教会，我们就看到他的实践。我们真是要觉得我们的孩子长大，真是何等美好的事情。那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和兄姐？如果没有，我们就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诗歌，然后一起来接受祝福。一起来接受祝福，愿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带着创造与拯救上帝所赐的力量，引导寻回失丧的人，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更愿你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主耶稣复活的大能
圣灵真理的引导，天父充足的恩典，慈爱与你们同行，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请坐，默祷散会，而且让我们一起恭受差遣。